国内好亚甲山的茶具最近是创下10档来的新高。朱家长朱德明就表示讲，政府的责任是真大，所以准备要用社会福利、所得重新分配等方法来改善。财政部长曾翠云嘛表示讲，未来望讲所得税爱做到量能课税的原则，让中价所得者减轻税的负担，高所得的人纳较济税。110年国内受雇人员报酬 GDP 的比重是43.03%，国内产值和好业的差距是创10年以来的新高。不过，中小企业替员工加薪水会当抵税条款，特别伫明年5月19结束啊。立委认为讲，目前一年申請的干那1000多件，敦促经济部和财政部除了延长施行時間，嘛要想對策來改進。制度的問題，我覺得是不是能夠一併納入檢討，來鼓勵更多的中小企業來適用這一條。針對這個怎麼簡化程序，怎麼擴大適用，對，怎麼提高中小企業的意願嘛。林德宏問到講，國內人民認為家己產值的感覺是愈來愈大，要安怎改善？主計總處主計長朱德明講，造成產值感，政府的責任上大，需要各項財政助稅措施去改善所得的分配和精進社福措施。薪資調整追不上物價上漲的水準，會不會在未來變成一個常態？會不會？所以我們就要改善我們的一個重分配的政所以說社會福利措施。APEC 財長會議特別喺11月舉行，財政部長莊翠雲講，行政院已經核定，要讓伊來帶團參加。美國的財長耶倫主持，請問你有沒有機會跟他1對1的會議？有沒有？因為他是主持人，我想我們會盡量去跟他接洽，然後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面對面的談。莊翠雲講會盡量去爭取和美國財長耶倫互動的機會，雖然講無法度講傷濟詳細的部分，但是期待台美做稅協定會當喺明年6月進程來達成。記者綜合報道。